題目就係一個錐體，然之後呢，我哋第一樣嘢呢，就係要用 h 嚟表示 v 啦，用個高度嚟表示嗰個面積。咁即係我哋需要用 h 嚟表達翻個半徑係乜嘢先做到啦。然之後有條關係式呢，我哋就要知道 h 等於咩嘅時候先會令到 v 係極大值呢？咁樣咁都係一個典型優化嘅題目啦。咁首先呢，就係準備輸入同輸出嘅關係，即係用 h 嚟表示 v 啦。如果淨係睇橫切面呢一個直角三角形呢，根據畢氏定理，咁個底邊呢就會係斜邊1嘅平方減 h 二次，寫翻出嚟呢，即係 r 平方再加 h 平方等於1平方。咁 r 平方呢就等於1減 h 平方啦。r 就會等於開方1減 h 平方啦，或者r 係等於負開方1減 h 平方，咁但係當然呢個會排除啦，因為半徑呢唔應該係負數嚟嘅。咁然之後呢，就可以代入翻做個目標啦。我哋目標呢就係 v 等於1/3 派 r 平方 h， 底面積乘高，因為錐體所以除翻3份。咁所以呢，答案就係1/3派。r 平方已經有啦 ，r 平方就係1減 h 平方，咁所以呢，成個 r 平方一齊代，係咁依整理下呢，咁呢個就係答案啦。然之後就要揾下到底 h 係幾多時候先會令到 v 係極大值呢？咁即係都係 d 咗佢啦，揾駐點啦，然之後確定翻形狀，確定佢係極大值啦。咁嗰個對應嘅 h 呢，就係答案。第4點就唔使做啦。咁所以呢，首先我哋要有嘅係 dv/dh。咁但係喺呢個之前呢，先將 v 變做我哋覺得舒服嘅格式啊。然之後就可以 d 啦，1/3 派再減1/3派3h 平方，1/3 派，然之後再減派 h 平方。跟住第二步呢，對於駐點啦 ，dv/dh 呢要係等於0嘅，咁即係話1/3 派減派 h 平方等於0。h 呢就等於負1/開方3，或者呢 h 係等於正1/開方3嘅。咁呢度 h 就唔可以係負數啦，然之後就可以畫翻個表格啦。h 對點樣影響 dv/dh 呢？好，首先 h 等於1/開方3先，就會令到斜率等於0。咁前一個範圍呢，就係介乎0至到1/開方3之間，下一個範圍呢，就係 h 大過1/開方3啦。咁但係呢一個寫法呢係唔好嘅，因為呢就算呢一個圓錐體去到最窄變成一個尖端都好啦。咁始終呢個斜邊係限制咗係1，咁所以呢個高係唔會超過1嘅。咁呢個應該係呢 h 係介乎喺1/開方3同埋1之間。咁呢一個呢，喺呢個範圍裏邊，到底個斜率係正定負呢？咁你可以嘗試喺呢個範圍裏邊攞一個值，例如最簡單就係0啦，代入去就會得翻1/3 派啦。咁所以呢，就會係一個正嘅結果。咁然之後，當 h 係大啲嘅時候呢，大到1/3 派唔夠減呢，就會出到負嘅結果啦。咁所以呢個形狀呢，係向上升停咗，再向下跌，佢係會出到一個極大值嘅，咁就符合咗呢個要求啦。所以當 h 係等於1/開方3嘅時候呢，咁 v 就會係極大值啦。咁就已經答咗條題目啦。咁答案就係1/開方3 cm。